基地發航航空。好，大家揮波 like 嘅 channel 觀眾時間，今日要睇經典法國航空空中巴 A320舊版200嚟㗎，唔係100冇翼㗎，200先有翼嘅。佢有分兩個版本，A320-100咧就係冇呢個，A320嘅版咧有嘅嘢啦嚇，係二手嚟嘅啲嘢，唔係一手嚟嘅，全部係二三手嚟嘅。佢係內陸機啊，邊個 FGKSC 嚟嘅，係啦。佢載180幾人至190幾人嘅 A320空中巴內陸機，飛到歐美、南美洲等地嘅，中距離嘅民航機，係冇錯。佢用 IVE 2550啊，CFM 啊，機尾別往啊，新機咧唔會有嘅，啊啲代理整得唔好都會發黃啦。佢有四副啦，嗰個燈啦嚇，機燈就係呢度，個前後轆啦嚇，舵就係呢度幾舵嚟嘅，尾咧就係呢度嘅，啊，佢用緊天合聯盟嘅標誌啦，佢已經舊版嚟嘅，新版唔係啊，呢度係換咗個發行新版本，呢樣嘢早期嘅版本，1980幾年嘅版本嚟嘅，係啦，引擎係兩個啦，嗰度係平嘅嚇，機佢就啦，好。有機會分分 like 嘅再見，拜拜。